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英国出席七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与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举行了约25分钟的会谈。布林肯和林纪正就中国加大在印太地区的活动以及朝鲜的导弹威胁，同意加强双边联盟的应对能力和威胁力。由世界7大发达国家经济体组成的七国集团外长昨日在英国利物浦召开会议，为期2天的会议主要议程是伊朗、中国、乌克兰和俄罗斯边境的紧张局势。英国外长特拉斯表示，这7国家就乌克兰问题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了非常明确的信息，并警告称，如果俄罗斯袭击乌克兰，后果将十分严重。塔利班临时政府发言人穆加希德在首都喀布尔举行的仪式上发表讲话，中国驻喀布尔大使王宇也出席了仪式。穆扎希德表示，他们希望中国正式承认塔利班政府。据报道，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比利时改变了禁止戴头巾的法律。据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机会均等中心称，在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警告政府后，比利时更改了上述条款。以色列总理拜内特于周日稍后出访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并预计会见阿联酋领导人。拜内特将是史上首位正式访问阿联酋的以色列总理。拜内特的办公室在声明中说，总理将与阿布达比王储穆罕默德会面。在法国提出解决对英国渔业争端最后期限的第2天，伦敦周六宣布已向法国渔民补发了23张捕捞许可证，加上周六补发的23个捕捞许可，法国至今已累计获得1027个英国脱欧后的捕鱼许可证，距离要求仍差81个。世界著名作家曾吉茨·艾特马托夫诞辰93周年之际，在吉尔吉斯斯坦举办了一系列活动来纪念他。